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台中大溪山区今仔日有一架沙石车落架要滑的士兵车去对着边仔修路车，造成一对母仔囝重伤送病院急救。美国众议院的能源兼商业委员会提出法案，全票通过，要要求中国抖音的母公司日节跳动爱对国际版的 TikTok 来撤资。新闻头起先来看到台中的大溪山区，今仔日有一架沙石车落架要滑的士兵车，去对着边仔一架修路车，造成车顶一对母仔囝重伤，送病院等来急救。目前调查，这个沙石车的驾驶周七达是零，敢若是载货载伤重，佮去拄着落雨天，路面上粗所造成的事故。沙石车开到台中大溪山区，经过一段真长的路架弯道时，车身明显骑向正边。当时无在转来并车，当时正边外线车道一台白色修路车伫边仔，因为袂符险，互沙石车底一个共要变去变做废铁。应该是来不及刹车，对，因为他下坡的时候有速度比较快一点，对，他转弯的时候来不及啊，然后整个重心都往外偏这样。在当时在下车道看的时候，就车子已经被变成就是挤成一团这样。这重大车祸发生伫70早起9点16分，警消接报，一台对北屯区东山路往市区方向开的沙石车并车，消防局出动10台车，22人来抢救。警方初步研判，造成事故原因甲沙石车载货量相当，落雨路骨有关系。疑似因为一台砂石车载货量过重，行经弯道的时候，因为天雨路滑不慎打滑以后翻覆压到隔壁的自小客车。所以造成这起事故的发生。沙石车59岁姓苏的司机，经上送病院，周七达是零，简单治疗了，已经出院接受警方调查。抑过修路车内底一对母仔囝43岁，治疗查某人救出来时心肺功能停止，到医抢救恢复喘气心跳，肝脏有裂开来出血。边仔骨断起顶，因为19岁姓吴的查甫囡仔有脑出血，头壳骨断起，两个人拢赶紧开刀送交予病房治疗。妈妈是因为欧卡来的，经急救之后有恢复呼吸心跳，然后检查之后发现是说有肝脏撕裂伤的情形，并合并那个腹内有出血的现象在，加上肺部有肋骨骨折，还有挫伤的情形。目前的话去做血管栓塞术，然后去做止血的动作。沙石车是由拖吊车拖入去现场，修路车是被送到交通分队。警方讲，沙石车是毋是超速、超载，拢正伫调查，希望赶紧把规个事故的原因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府搁再查到丁赞公司的2款产品有致癌物质苏丹红流向全台9个县市，卫生局已经甲丁赞公司罚120万，停业6个月。卫福部长施水元表示，会伫咧1个月内完成清查，了解问题是安怎会来发生。会着癌的苏丹红环境粉风波继续一直拖。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继续扩大检验了后，初步搁再查到丁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件无同产品含有苏丹红，总共21000公斤流向台北、桃园、新竹县、南投县、台中市、彰化县这9个县市。下游的厂商搁再增加11间，卫生局除了处分停业6个月，也对当加罚120万块。于3月8日晚间再检出一批含苏丹红成分、内含2个有效日期产品，均检出含有苏丹红成分5到22 ppb， 限量标准不得检出。面对苏丹红环境粉流到全国，相关的制品拢着标，经过标出白环境粉也有苏丹红。卫福部长苏水元讲，会伫1个月内完成市场的查验，调查清楚所有问题。月内我们会把这些来龙去脉，这一些含有苏丹红的这一些辣椒粉的去向把它完全厘清。如果说末端的业者他自清那自我检查，或者请他上游提供原料的这一个厂商出具到一个检验的证明。那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解决。明天食药署会找这个相关的工协会那召集他们一起讨论这个有关于自主检验的这个事情。这摆过来苏丹红的风暴是描述到3月7日为止，总共回收甲封存问题的环境粉甲伊的产品有15万2000公斤。意思讲，民众若是无细致食到含有苏丹红的食物，加食一寡高纤维的青菜水果，会用加速来代谢，或者有害物质，真早被排出体外。
建议民众伫买食品时，毋那干那拣单一的产品，才有法度来分散这个风险，嘛要避免买伤过鲜艳，也是介绍伤俗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基隆东华商场的产权争议完未煞，民间对3月初8开始发动要罢免基隆市长谢公良的行动，一日就收到500份联署书，目标是要伫咧4月初收到3500份。民间团体表示，这拢是因为谢公良的政见跳票、市政嘛拢乱糟糟，才会发动罢免，并无特别支持倒一党。因为基隆市府是回应讲，因会继续来拼市政。你要写联署吗？高雄市仁爱区巷仔内底，即个做头毛店家长所招出来真侪公民团体，山海公民跳牛行动发起罢免高雄市长谢国良的第3个联署站点。礼拜下晡未少市民来联署，要人挑工要来摕转去，互出来对人写。政策跳票啊，够够 low 啊！因为做的我们蛮不喜欢的。我觉得我们市长真的有点太荒唐了，法律都还没判决下来的时候，他就去冲人家的商场。这边应该有60-70份左右，然后但是拿走的是更多，至少有800以上。我觉得超级踊跃，就是原本只安排我一个人，我想说会不会很闲，结果竟然是忙不过来。公民团体讲，罢免的行动开始了，一天内已经收到500份的联署单。头一阶段对3月初8到4月初，以收集3500份为目标。第二阶段是达到原选区选举人总数10%以上，最需要30792人联署。若顺利进入投票程序，同意票必须达到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4以上，就是76979票，而且爱比无同意票较多，才有法度通过。本次罢免是经由基隆市民理性分析后所做出的公民行动。公民团体讲，谢国良上任了后，政见跳票、市政混乱，才发动罢免。强调行动成员无任何政治立场，对此高雄市府继续回应，将愿以市政工作为主。呼吁冷静啦，不要再做政治斗争嘛。这个就是一个充分的公民团体自发的一个行为。高雄市政府甲内特公司中间对着东华商场2楼到4楼产权问题正伫拍官司。不过，贵人地政事务所找7家产权登记予市府，予内特搁再抗议，讲话依照合法管道来找救济，呼吁市府应该以法院的判决，正做解决争议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台地的基泰建案，去年海周边的地基严重塌落去的事件，基泰建设准备要召开赔偿说明会，不过干那邀请愿意接受3大技术工会鉴定的赔偿金额才会民众去，而且唔互民代甲媒体去参加，就受灾户这个市府拢无要管。因市府是表示讲，因也是会派人去参加，若是这和解敲未成，因就要求基泰建设要按照鉴定金额来提存1.2倍予法院，来确保受灾户的权益。标点的必顺真明显，而且下面全拢是漏水过了后黄去的水粒，也阁有淋水河的态度继续落。1楼到地下室严重必顺造成地下室淹水，24点钟拢爱抽水。去年基泰台地因为施工无适当，造成4块位的徛架发生严重损人事件。也毋过185天过去啊，所有损人户的厝的状况继续恶化。基泰损林事件之后，他们家地下室这里整片地上全都是积水，所以才会打了这个沟，想办法把水给通出去。但伊表示，农历年前3大工会鉴定有198户，爱赔偿176个所在，总金额是1668万3229块。也毋过受灾户一直等无结果，即马期待12会举办赔偿说明会。也毋过，这邀请有意愿以3大技术工会鉴定的赔偿金额为和解条件的民众，引起受灾户积极北市府无力管。本来想处理的目标就是针对一些比较单纯、你比较没有争议的，优先让基泰可以跟他们谈成和解，赔付他们的金额。应该是属于损坏的补偿，不是损林的所有，要把它搞清楚。也会有些具体方案，然后让他可以再交流，听一下他们意见，这样。监管处表示，伫损人鉴定期间，已经要求基泰修复受损户，态度帮他们处理后，损害增加部分已经请专业技术工会补偿鉴定，会甲赔偿金额达至3大工会上基尾鉴定报告中。若民众与基泰无法达成共识，民众可依损林规则提出调处程序。监管处强调，说明会毋是市府办理，也毋过会派员列席。若双方和解协调未成，市府会要求基泰将鉴定金额的1.2倍提存法院，以确保受损户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以下冲突，为着要求停战，以色列的民众伫咧高速公路顶头砸路示威，去互警方动用高压水枪来赶人，未少示威者搁去互警方逮捕。也因为加沙地区的人道危机愈来愈严重，美国暗算要伫咧加沙沿岸的地中海做一个用来提供救援物资的临时码头。 穿着灰色衫的伤患和地伫突击队下边，外靠民防部门的救援人员尽力甲伊救出来。以色列伫当地找到透早，搁一摆对加沙地区进行空袭，其中一栋大楼受到攻击，造成包括儿童等9个人死亡，搁有真侪人受伤。为了诉求停战，甲武装组织哈马斯谈判释放争执，过去5个多月，以色列民众共要逐礼拜拢伫首都特拉维夫示威抗议。 车到民众伫高速公路面顶封锁道路示威，搁倒伫路中受到警方用高压水枪甲骑马驱离。因为一直有民众行去高速公路抗议，警方用炸路马甲民众挡起来，一直有民众互警方拖去路边进行拘留。We have here, like every Saturday, we have a rally. This weekend is dedicated to the women that are still in captivity. 19 women that are still there. Even though all the agreement that we had that the women were supposed to be released, they were not released. 以色列增加攻击加沙，嘛增加加沙人道危机。伫空投救援物资了后，美国暗算要伫加沙沿岸地中海打造海上临时码头，起离岸码头甲连接陆地栈桥。运输设备的备身将军号补给舰已经出发去当地，各国会动员1000名美军用60天打造，等待完工了后，逐工会当提供200万份的食物。另外，欧盟暗算伫塞浦路斯甲加沙之间建立海上援助走廊，会先互西班牙 NGO 非政府组织主动展开手臂的救援船，展开双臂号，各国伫当地找到为塞浦路斯沿岸城镇拉纳卡拖行一只有载200吨食物的船只，带先送去加沙援助。公视新闻台是董炳玉。美国众议院的能源兼商业委员会提出法案，以50-0全票通过，要要求中国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要对国际版平台 TikTok 来提出撤离哩，若无就要全面落架。说到来，这个法案，众议院会伫咧后礼拜审查表决。伫 TikTok 平台顶面公布规版的广告，以组织 TikTok 关起来为主题，呼吁民众发声联络国会议员，卖互禁止 TikTok 法案过关。不过，这款的广告时间压力，敢若带来反效果。There were 50 ayes and 0 nos. 美国众议院能源甲商业委员会以50-0通过法案，要求中国字节跳动伫6个月内对 TikTok 撤出，若无软体会全面收起。We're using the geolocation of the user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member of Congress to call a foreign adversary-controlled media, social media app. 尽管 TikTok 强调未甲德国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资讯，美国依然是坚持来打击。因为台湾也甲 TikTok 看作是危害产品，也毋过是法度全面来禁止，又应该安怎来执行，也无定案。China is, wants to invade Taiwan, really could push out information to young people saying it's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destabilizing the situation. It could really misinform and galvanize support against U.S. interests. 抖音在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对台湾的一个公司跟代表，不容易从本身的外资的这个结构直接禁用服务的方式来进行。比较能够执行的做法，还是希望可以建立对平台的直接的联络管道，明确的违法是由一些内容来做控制。禁用 TikTok 干涉国安加言论的自由，即阵公部门设备禁用，确实无法院的依据，会使扩及到民间。学者建议，相关的单位应该甲 TikTok 建立联络的管道，伫出现错误假信息时阵，才法度及时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看金门厦门的海域真势长紧张，查到阁有金门的民众通报讲，伫咧船只动态资讯系统顶头，发现有超过60只的不明船只包围。好在在经过海巡调查，确认这是有装信号标的中国渔网啊。另外，伫咧新竹的香山外海，最近有中国的渔船掠鱼掠过界，甚至阁破坏咱渔民的渔网啊。
渔民的口气真无奈，因为看到家己伫新竹香山外海捕食的鱼网一看，全部已经互破坏，还佫出现大量的拖网，疑似都是边仔中国真大的铁壳仔船所做的。海巡署中部分署证实，有3只中国籍渔船车入进入咱国领海区，大约伫苗栗外部西北方6海里，因过迄天海上清歹，采取雷达监测。中国一直清门大户，还佫金门民众找到早起8点外，伫下当及时监测那个海域时刻为各种专家动向的准备动态资讯系统上，发现一堆属于无具体说明准备的铺设标记。出入金门禁限制水域附近，数量大约50-60只，还佫惊动金门县府甲国安单位。毋过金门海巡队调查了后，确定是中国渔船的铺网顶头有自动辨识信号，才会伫系统中显示，互大家行一条。蛮普遍的这种现象，大概推广就很多啊。我觉得现在可能是试射，现在两岸关系互动比较差然后又有那个之前所谓撞船事件，可能气氛比较敏感一点。顶日中国快艇并船案，淡江大学英语教授赵春山解读，中国民间强烈反映，可能加速北京推进统一速度，也毋有学者持无共的意见。谈的15人就表示说，其实中方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借这个事件做一些认知战。如果说要谈到什么动武啊，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危言耸听啦。当日本认为，中国无意将金门事件相关做台海冲突，也毋过会趁机会进行认知战。评判未来两岸关系虽然紧张，也毋过有关会当控制。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愈来愈侪人去露营，会选择家己驶露营车伫咧车顶过暝，毋过嘛产生真侪环境污染甲破坏生态等等的问题。目前咱国内是无相关的规范通好管，主管机关甲警方嘛，干那会当看到无法度开罚单。就有民众呼吁政府规去设专区来收钱，较好管理。这边是冰箱，这边是2个瓦斯炉，这边是清水槽跟废水。毋难看一台露营车，小小一台煞，啥物拢有。为加速路洗手台到冷暖气，全拢有只要一个开关。车顶也加出一个空间，会当加困2个人。未少人介意先多收费，佫真爱伫大自然环境中抬头看星空，拢变做车宿族。非常遥远，你可能要去好几天，那你可能到这边晚上你需要休息，车速都可以在那边有充分休息，而且现在车速里面可以坐得很舒服。但是一定要记得，所有的资源都不是免费的，你在山上资源我们都好好珍惜。国内车速愈来愈时行，所以也产生环境问题。以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为例，大会假日旅客有2500人以上，每到尾暗6点，警员甲工作人员都爱顺时停车场，抗离过暝的车速民众，说因为无法可罚，效果不好。他们有时候就会第一个会制造声响，不然就是会用一些灯光，其实都会干扰到他们的生态。除了环境生态防污染，野生动物栖息生态也防破坏，和管理单位上脑筋。有正统的人指出，好的车速族爱秉持无落地、无香火、甲无老本色3大原则，也建议政府无应该全面禁止车速，而是规划专区并定使用规范甲收费。数量上它可以做管控，在我们园区容许的范围内，以价质量的方式，或者它就开放申请的方式，用抽签的方式都可以，但是进来之后就是遵照规范。我们现在目前的公告是，就是禁止炊事跟禁止搭帐。如果说有过夜的行为，我们会派员到现场去了解。观光署表示，针对车速族目前也无管理法源，即当靠车速族做好本色无落地、无开灯打扰野生动物暗时啊找食，自我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的鹿港有保留真侪传统信仰文化，包括真侪庙寺，佮有宗教科技等等。其中王爷庙就占当地庙寺超过一半。在地文书工作者陈世贤就针对王爷庙来做研究。即阵伊嘛将伊30档来的研究成果写做册，也带大家去行搭了解鹿港的信仰文化。所以在众爷内底很特别哦。咱等下礼拜内底看伊的神尊，伊是明代的一个将军啊。伊这将军是刘挺啊。参加文书行大民众，真足听文书工作者陈世贤解说鹿港为灵庙的历史。
这间庙拜的是有老大岛称呼的平调将军，属于鹿港的卡岗庙。所谓的卡岗庙就是施东时咧清朝的时代，伊的新建甲重修是阮鹿港的地方的士绅甲鹿港的八交八交商业工会的组织伊来出钱来新建的。咱有机会我更较了解咱鹿港在王爷庙的迄个所有的细节，这王爷庙会反映出足多鹿港当地迄个清朝时阵的历史背景。本身对咱台湾的历史文化和民间信仰研究真有兴趣，所以就趁这个机会来听苏贤老师的文史行答。但苏贤表示，敢若是鹿港街啊，都有60多间庙，其中王爷庙占一半以上。伊30多年前开始调查王爷庙的信仰文化，记录暗访、送花神、送春娘等等的传统科仪。阮送春娘就是甲南部的送王共意思嘛，但南部的送王拢是固定时间3年1科，但阮鹿港上特别的是王爷降价之时才有办。所以我30几年来，我拄着送春娘就是送王加记录着4遍尔。中华鹿港庙宇侪，尤其佮分做卡岗庙、角头庙、人君庙、宗亲庙。但是现也甲前年来的记录调查出册，举办文史行答活动，望大众认捌鹿港特殊的信仰文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因为今年的天气较烧热，嘉义阿里山的樱花提早开花，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嘛展开1个月的阿里山樱花季。在时啊，就有真侪民众上山要来看樱花。看到已经开花的樱花，来到阿里山的民众，大家都努力找好的角度，要甲樱花来翕相。民众讲，阿里山的樱花看起来甲别位的无共款。很棒，很棒啊！怎么说？因为这个樱花其实跟外面看的不一样，因为这边是白色，一般我们在街道上面都是看到粉红色的，所以很漂亮。看这花开的呢，真水啊！哦，真水啦！嘿，新鲜很开朗。嘉义县阿里山的樱花季为3月初10开始，一直到4月初10，各共31种樱花会相连线来开花。林业保育署嘉义分署指出，今年的天气较烧热，所以花期有提早。咱全区的整整之夜，即马目前是归3社到4社，过来换大岛樱、普贤象樱、高沙樱、一叶樱，甲咱台湾的一叶兰拢会盛开。伫阿里山工作站头前的樱王，即马嘛已经全部开花。工作站表示，樱王为旧年开始都请树仔医生来照顾，所以樱花即马真健康，开花状况嘛真好。民众会当把握时间来阿里山感受一年一届的樱花季。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佮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4度至19度，中部地区15度至19度，南部地区16度至25度。东部地区15度至23度，还有外岛地区10度至20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呢，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